中国寄来台湾的网青阿在台湾拍影片发表武统的言论，移民署废止伊的移亲居留许可。这个网青说法讲家己有言论自由。美国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乌克兰同意停火30天，美国答应恢复军援交换情报，这阵就看罗西亚敢要同意。巴基斯坦秘鲁基省11有武装分子攻击铁路，劫走一架火车，武装分子要求放出政治犯，那无就要甲火车崩掉处决人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的消息。美国甲乌克兰的高层总是伫咧沙烏地阿拉伯会谈发表联合声明。美国表示，这乌克兰是已经同意停火30天，条件就是停火这段期间，双方爱交换政府，放出去互关爱百姓，嘛爱互乌国囡仔回国。美国嘛答应讲是恢复军援，而且双方是要签扩散协议。这阵乌克兰是已经同意，美国总统 Trump 就表示愿意搁再邀请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白宫，希望罗西亚会当接受停火协议。美国甲乌克兰11日咧所第几大的高级会谈达成共识，乌克兰接受美国方面所提出的停火30天的建议。因那华府是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抑个情报分享的作业。美国乌克兰会后拢强调，这马球是伫咧俄罗斯的手内，看因安怎回应。Now, hopefully, we'll take this offer now to the Russians, and we hope that they'll say yes, that they'll say yes to peace. The ball is now in their court. Ключ, як навіть написано у спільній заяві, ключ сьогодні саме у росій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根据美国乌克兰共同声明的内容，乌克兰首先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平所做的努力。乌克兰也传好虽接受停火30天的建议，停火协议伫双方同意了，会能够继续延长。不过就要看俄罗斯的态度来决定。另外，停火期间，乌克兰甲俄罗斯双方会进行交换战俘，释放被关押的平民，抑个互俄罗斯强迫带走的乌克兰囡仔会当登记英国来。伊拉各方面也开始任命谈判团队，启动乌克兰永久和平的谈判。乌克兰也再一遍重申，谈判过程将有欧洲国家参加。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розуміє наші аргументи, сприймає наші пропозиції. І я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ість у розмови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 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包括波兰总统图斯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史卡尔等欧洲的重要领导人，拢对这边的会谈表示肯定，也希望乌克兰会当量早实现永久和平。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美国总统 Trump 就任了后，就呛明讲是要把吉林兰岛的控制权摕倒转来，为怎因为讲是摕转来？就是因为美国伫咧二战的期间，其实是捌管理过吉林兰，所以讲美国有几多任的总统拢上尊吉林兰的矿物甲地理位置。希望这北极冰扬起了后，因就会当开始开采，会当开通北极航道。也若是咱来看吉林兰居民的意愿，其实对昨议会大选就真明显看得出来，无论是执政党也是在野党，拢希望脱离丹麦独立。不过吉林兰的经济又搁是爱倚靠丹麦。所以讲，这回大赢的在野党民主党，因就是行中间的路线，主张想甲丹麦维持联盟关系，甲经济更好势。经过12点钟投票甲算票，吉林兰议会大选的结果总算出来。除了少数偏远的所在较少的选票，这场选战的结果差不多已经出来啊。不过，互人想要到的是，顶一届2021年的大选，民主党敢若摕到9.1%的选票。这届大赢摕到30.5%的选票，也若排第二的方向党嘛摕到25%选票的支持。Right now we have a broad mandate from the whole coast of Greenland, but that doesn't mean we'll have a majority. We'll get to the cities. 川普上任了后，一直讲要甲吉林兰买起来，互这个有重要战略地位、甲有丰富矿产、全世界上大的岛屿，成做注目的焦点。吉林兰300年前去互丹麦殖民，1979年才实施自治。其实，伫吉林兰在地脱离丹麦、家己独立，一直是全面的共识。不过，各方拢还未决定当时要独立。
因为长久以来，吉林兰拢靠单卖补助。去年年底，单卖才阁增加15亿美金，吉林兰各项的支出。亲像即届选战摕到第一大党的民主党，都是倾向较慢才独立的政党。I feel very strongly for the independence for Greenland. Yes, I do, but not right now. We have to have more educated people, our own local youth, be more educated and come back from Denmark or other countries to come back to Greenland to educate or develop our country itself. But also the economy will have to be much stronger as it is today before we can even talk about independence. I'm really hoping that the coming government will make a broad government so that it represents the most of the Greenlandic people, because it's so important to represent the Greenlandic now that we stand together, that we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e States and we don't want to be under America. 这场大选嘛，代表吉林兰本身的政治版图有真大改变。摕到上侪票的民主党，未来有可能甲票数第二届方向党组联合政府。虽然这两个政党对吉林兰脱离单卖、家己独立的时间点看法无啥共款，不过对去美国加旗的态度，因是徛伫同一个阵线。因认为投资吉林兰无问题，若要甲吉林兰买起来，就免讲。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桃园机场第2航厦今日中昼时向大停电。显示航班的荧幕报道柜台荧幕拢无画面，甚至是连冷气都袂行。桃园机场迄边是解释讲，是维护电力的厂商无说你甲窗仔用落落去对着电缆，才会停电，会依照合约追究责任。规个乌索索一大堆旅客伫桃园机场哪拖行李哪行，只会当靠日头光，才会当看到头前的路。桃园机场第2航厦出境大厅伫12中昼忽然间大停电，包括报道的柜台、行李托运提领和餐饮这区域都受到影响。我们要出国，我们怕赶不上，这个对我们很困扰。我们是相忍为国。这样子可能我们要向主管机关好好反映一下，快40分钟了，真的会耽误到。大概半个小时，有一点吧，因为从来以前出国都没有遇到过。更较严重的就是旅客要出境安检区域的这电工机无法度用，航警安检大队只好一个甲旅客卡绑行李拢拍开，用帮的来查敢有走违禁品。在证照查验的部分，因为有备用主机，所以无受到停电的影响，移民官同款会当来做查验。但是为着要省电，自动查验停止使用，托机人员嘛紧急甲旅客调度到有供电的柜台来办报道。但是旅客数量伤济，拢爱等几步。看到大部分商店都停电，很多人用这个手电筒在那边照明，感觉不大好。12点整的时候停电。那我们刚刚在挂行李。挂行李那边可以吗？不行。机场内面乱糟糟，机场公司伫12点05分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维护厂商伫12点13分办理电力的转供，而且伫下晡1点13分完成复电。影响范围是第2航厦主体1楼到4楼和 P 市的停车场。电力无正常的期间是改接备用电源，也是改采人工应变的方式，维持旅客报道和通关安检作业。机场公司指出讲，代志发生的原因是电力维护厂商伫第2航厦地下室换百叶窗仔的时阵，因为操作无细致，造成本来的百叶窗仔落落去，甲电缆底甲歹去，才引起第2航厦出入境的路站拢停电。已经要求检讨无照标准作业流程施作的原因，照合约对违反作业规定的部分严格追究责任。此事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相关的细节桃机公司现在正在厘清并将依规定追究相关的责任及处分。机场公司表示讲，伫供电无正常的中昼12点到下晡1点的时间，拢总有4班离场的航班。好在在航班的起降和旅客登机拢无受到影响，伊嘛对造成旅客无方便，正诚意向大家来回释的。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军又搁逼出强谍案，一个退役姓史的飞官去互中国吸收，假做是美国智慧人员，甲一个空军战术连队姓寇的管制官斗阵泄露香山飞弹机密资料，甚至搁泄露国军反制强军的战术。这阵2个人拢已经去互起诉。
对空中真紧爬过去 ，IDF 附近国号战机进前挂载空射型的向3反南飞弹模拟弹，头一摆升空起飞，引发注意。向3飞弹号称航南的杀手，能打击几100公里外的敌人。中科院最近一直在测试空射向3飞弹，确实传出相关机密文件，恐惊落入去中共手中。国军搁表出强调案，一个退役战士的飞官到中国发展，予中共吸收，论做强调，假称家己是美国智库人员，心透现役空军战术连队4科的管制官，甲大号用这桩案的空射用3飞弹机密泄露，也有国军反制共军的战术改泄露出去，时间已经有4年。这个案子是政战局在112年1月接获官兵检举以后，那么通报国安局统合宪兵指挥部实施专案调查。那么在案件发现之初，就采取了管控措施来降低损害。雄3飞弹的空射型到底泄露了多少？会影响到对方掌握到我方的军需装备的进程，这对国安是相当大的伤害。台中高分检去年8月展开搜查，依照违反国安法贪污罪罪起诉，新思维10万块交保4科的关押，专案继续审理中。国防部谴责少数官兵叛国，真正让人看不起。立委认为，国军应该对个案解释，强调网安怎形成的。前国防部视察指出，空军管制官泄露国军反制攻击侵了台湾的作为，恐惊会让共军测出咱空防的缺失，进而发生这个严重的国安危机。现在我们的空防啊，我们的战斗机上去怎么样拦截？程序是什么？要去哪里站位？啊，这个我们起飞的这个程序啊，紧急起飞多久啊？这还有调度哈，被人家知道，我真是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近年来，电力团所强调案包含海军体育小将孙海德涉嫌收受资金发展组织。陆军体育中将国安局想要伫台湾增建武装组织等，罗德文指出，国军来加强反情报教育，调整战术策略，双方面赶紧来补破网。记者综合报道。对中国寄来台湾的网青在台湾拍影片发表不同的言论，移民署是废掉伊的移亲居留许可，甲安排出境。不过，这个网青说是发讲家己有言论自由，中国国台办嘛批评讲，安尼做是伤害同胞情感。也若是咱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是放胆话回应讲，这言论自由不是天顶落落来礼物。只因为我大部分的视频都在坚定地表达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被一些绿色博主拿去做专题攻击。怎么了？只允许你们发，不允许我发呀？这个中国配偶在影片内底发冤枉，伊是网络红人，有一个频道号做在台湾，伊拍影片发表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去互检举，去互移民署认定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相关的规定，所以废止伊伫台湾移亲居留的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讲，言论自由毋是天顶落落来的。这一位呢，他在抖音上面呢，已经从去年5月到今年的1月，都传了很多影片，譬如说他写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两岸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等等这一些，大家都知道，言论自由绝对不是他所说的言论自由，可以用武力统一台湾这样子的字眼。任何的外国的配偶来到台湾组成一个家庭，或是任何依亲到台湾来的，都要爱台湾这个土地跟人，依亲要爱他的亲。除了依法废止这个中国配偶伫台湾移亲居留的许可，内政部移民署嘛裁定伊5年袂当搁申请，嘛会安排伊出境。针对这点，中国国台办除了表达不满，嘛批评民进党讲一套做一套，相定标准，伤害同胞的情感。不过，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讲，同款是移民的概念，中国甲台湾伫咧国际上的文化认知是差真济。台湾出去的移民，我们从来不会叫他说你要认你的祖国是台湾。中国刚好跟我们是相反的，他们是想要把全世界都变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哦，那这样的逻辑就会大大的去干扰其他的国家。也若看过去的案例，中国学者李家捌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2019年，伊嘛捌摕观光签证来台湾演讲。不过，移民署考虑伊用过的言论，认定会危害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嘛废止入境的许可，限令出境。另外，前央视的记者王志安，2024年伫脱口秀的节目，甲新疆人士经体甲翕相。移民署嘛认定伊申请来台湾的原因甲许可的目的无相同。若废止伊入境的许可，甚至管制伊5年袂当过来台湾观光。移民署嘛强调讲，台湾尊重民主自由，毋过嘛袂允准任何人利用言论自由来危害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外又有啥物重要消息？咱做回来看。头起先来看这金蕉的价销是一直咧起价，今年2、3月是比去年同期起超过1倍。有民众家讲，这买金蕉是比买便当搁较贵。国民党团今日早起就批评农业部极外无对策。农业部长就讲，这去年的风台是影响到金蕉受损超过4成，过2阵仔就会稳定落来。强调讲是袂进口，袂去伤害到农民。接落来看咱台湾为就市的两商大武山牧场，伫咧屏东新边的农场，今日早起是着火烧，无鸡仔烧着伤，毋过是有鸡舍去烧着，业者的预估可能产量有2、3舍会受到影响。加上禽流感也有天气，已经连续起价去3礼拜，鸡卵恐惊是继续起。上尾来看这全世界10大营业城市当中，印度就占6个。刚刚发展的伯尼哈特是印度的空气上界歹的城市 ，PM2.5 平均的浓度是超标25倍以上。也若是印度新德里是全世界空气污染上界严重首都。咱若讲到全世界空气上界清气的地区是伫咧大洋洲，伫咧遐是有57个城市拢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巴基斯坦俾路基省11受分离主义的武装分子攻击铁路，劫走一只火车，是有450个人质，上无10个人死亡。当地安全部队出动时，已经断死27个武装分子，救出超过150个人。不过，这阵武装分子是要求讲要把政治犯放出来，若无就要把火车崩掉，处决200多人质。हमारे टाइम पे जितनी हमारे पास ताकत थी सारी वहाँ पर मौजूद है आपने ट्रेनिंग क्यों नहीं बंद की 负责人正式启动的当地官员头前请官方救人。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当地11早起9点，一个加法尔特快列车为奎塔出发，要去西北部的城市博夏瓦的时阵，受到当地的分离主义武装团体 BLA 俾路支解放军攻击。BLA 甲铁轨路崩掉了后，甲火车安全人员交火，后来火车受到劫持。第二部甲火车停伫路途中的第8号崩坑内底，车顶差不多450名的乘客拢变作人质。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甲警方接到消息了后，赶去现场，甲 BLA 对徛交火过程。虽然 BLA 利用负责人甲机动当作盾牌，安全部队依然拍死真侪名武装分子，救出部分的人质。附近的马赫车站甲变作临时的病院，安置得救的乘客。उसके बाद चीखो पुकार थी सब लोग चीख रहे थे गाने मार रहे थे बस कुछ लेट गए हम भी लेट गए पूरी ट्रेन में सब लोग लेट गए कि अपनी जान बचाएं और बाहर से कुछ फायरिंग हुई ब्लास्ट हुए उसके बाद फिर हमें कहा कि आप लोग BLA 威胁会出决10个人来回应当局采取军事行动救人。俾路支省政府发言人林德批评 BLA 行为是恐怖主义行为。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嘛谴责 BLA 行为，表示安全部队当咧打击武装分子，因为阁有数百名人质伫火车面顶，真侪人质的亲友烦恼甲去出发来开打车头等待消息。उनको दिल के 2 स्टेंट भी डले हुए हैं ऑलरेडी और वो हार्ट पेशेंट है वो टैबलेट ना खाएं तो उनकी तबीयत खराब हो जाती है मैंने उनको सुबह एनजी से टैबलेट भी लेकर दी उनको मैंने कह रहे थे कि यार रऊफ मुझे एनजी से टैबलेट लेना अगर मेरी हार्ट बीट तेज हो तो मैं फौरन टैबलेट जो है इनहेल कर लूँ मैंने कहा अबू आप टेंशन ना लें मैं आपके साथ कांटेक्ट में रहूँगा आप टेंशन बिल्कुल ना लें暂时 BLA 伫社群平台Telegram 发文，要求政府伫48点钟内释放受到拘禁的俾路支政治犯甲活动人士等等来交换火车的人质，若无会甲火车崩掉处决村的人质。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美国总统 Trump 要甲进口钢也有阿鲁米 Q25派的关税，12已经正式实施。原本伊嘛要甲加拿大加 Q25派的关税。不过，这阵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同意暂停甲美国的3州征收电力附加费，所以讲 Trump 就宣布取消。这 Trump 的关税政策安尼变来变去，就造成股市真无稳定。虽然 Trump 是强调讲提悬关税对美国的经济长期来讲是正面的，不过百姓看法犹原是真悲观。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下令，对所有进口去美国的钢铁、阿鲁米，拢扣25%的关税。其中进口比例上大的加拿大，向美国3州扣25%电力的附加费来反制。川普嘛无咧惊伊，宣布佮甲加拿大加扣钢铁、阿鲁米25%的关税来报复。不止个赶伫个加扣钢铁、阿鲁米关税期限生效进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甲美国商务部长谈话了后有转机。
同意暂停甲美国扣电力附加费。川普嘛虽宣布取消要甲加拿大加扣25%降低阿鲁米的关税。I thought this was the right decision. They understand how serious we are about the electricity and the tariffs, and rather than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having threats to each other, we have both agreed. Let cooler heads prevail. We need to sit down and move this forward. 加拿大是美国进口降低阿鲁米上大的来源国。川普一个上任，就引发关税贸易的对策。最近关税分晓嘛反映伫股市的表现，三大指数拢落。川普11参加一场商业研讨会议，伊讲股市的起落无一定，目前的政策对美国来讲有长期正面的效应。Then ultimately, the biggest win is not the tariff. That's a big win. That's a lot of money. But the biggest win is if they move into our country and produce jobs. 川普上任以来实施侪经济政策，部分关税措施已经生效。伊讲这会当平衡对美国不利的贸易关系，创造工作机会，而且停止毒品流入去美国。不过，川普的大动作嘛牵连到股市，市场烦恼经济成长会放慢，对经济发展有的人是愈来愈悲观。I think for a period, because economic structural shift in economies can take tim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ly elected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 status quo in the global economy no longer works for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印尼的官方是发现一只甲家族啊失散的象囝，而且是非常罕见，已经要断种的苏门答腊象，目前是已经改送去自然保护区安置。这只2个月大的细只象，皮肤看落毛毛，真好闲，伫草坡仔走来走去。伊是苏门答腊象。印尼官方伫7月发现伊伫樟树的园仔内底乱踅，哪像找无伊的亲人。目前伊互安置伫廖瑞自然保护署象的训练中心，工作人员真专业甲伊照顾。Kemungkinan anak gajah ini tertinggal karena rombongannya itu menyeberangi sungai.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因当咧观察附近的象，要找到这只象的亲人。另外，经过医生甲伊检查，这只细只象的身体真健康。Saat ini masih dalam tahap observasi dan memang kalau memang secara kondisi kesehatan kemudian secara perilakunya normal, tidak ada kemungkinan anak gajah itu akan dikembalikan ke kelompoknya. 苏门答腊象是真珍贵，伊是亚洲象的亚种，体型上介细只，分数悬敢若2公尺至3公尺悬，特点是伊的皮肤有一缘真明显的毛。对时间的演变，象的族群甲人类发生冲突，也佫有象牙去互偷记去的情形真严重，因的自然栖地去互破坏，所以苏门答腊象即马目前野外敢若剩2400只至2800只，红列做是有高度灭绝风险的物种。国际新闻由派准编译。西班牙第2大港口马拉加，观光客是会当坐马车、听车夫导览小盖城市。不过，这款观光活动说是去互动保人士批评讲是咧苦毒马仔，讲这热人当地是有40-45度马仔根本都挡袂牢。即阵当地政府就宣布讲，对今年开始暂停观光马车。游客坐观光马车，沿路听到马夫介绍景点甲历史。这种慢慢行的行程，真侪观光客拢感觉真趣味。这也是西班牙第2大港口马拉加的特色。坐1点钟久，要30块欧元，换算台票1000多块。真侪游客拢感觉讲，既然来啊，嘛卖嫌贵，一定要去甲伊体验一下。一台马车上坐4个游客，不过动保人士认为，这对马是一种负担。另外，马正常的体温差不多38度，但是这热天温度上悬会当升到40到45度，因为马主要是靠流汗来调节体温。那一日载人客时间一久，马可能会掉沙，或者是有心脏病加脱水。那马袂当调节家己的体温，严重的有可能会死亡。所以当地动保团体就替这款马争取权益。马拉加政府也决定停止提供游客观光马车的服务。En la anterior legislatura se le ofreció cambiar de un coche tirado por animales a un coche tirado por motor eléctrico y ellos eso lo dijeron que no lo querían. 马拉加市员讲，本来观光马车会当载人客一个城市4月行，不过经过20年的努力，观光马车的路线是缩小到公园甲步道，
袂搁再出现车甲马车相挤落的情形。对观光马车的禁令，业者无评论，不过游客感觉真可笑，认为观光马车会当互马拉加带来更加侪旅游的效益。I think it's not a good idea to cancel this trip because it's really nice. I was impressed. I'm pretty sure if my friends gonna come in Malaga, I would suggest them to try this trip. 马拉加市政府讲，伫2015年迄当阵就讲过，上班伫咧2035年，观光马车就会全面停止。而且已经提出补偿方案，甲马车业者协商，目前已经满足业者99%的要求。公司新闻深度配编写。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